有过一次什么什么，没有，不是这样啊，就很多的萨迦派的寺院里面有这么的一个成就，这些都是因为有这么修行一个清净的一个法脉，一个清净的一个传承啊，尤其在我们前2天讲过这个金刚乘的这个戒律当中啊，这个誓言是多么的重要啊，密乘的戒律是多么重要，对上师的这种信心是多么重要。您具备对上师的信心啊，您的自己的上师啊，当做这个佛来尊敬，那你得到这个佛的加持。这曾经我们在这个讲过这个密乘戒的时候呢，已经都讲过，讲得非常仔细啊，所以都知道啊。所以呢，我们萨迦派的传承当中呢，有那么多的成就的原因啊，都是因为有这么殊胜的方法、殊胜的法脉啊，有清净的法脉的缘故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得到这么一个殊胜的远离4种执着心的口传啊，得到远离4种执着心的这个传承，是非常殊胜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在藏文当中呢是这样讲的：信的了先拿去把么，扩了先拿研究么，打断了先拿想什么，你怎把熊拿到俺们啊？这个文殊菩萨呢就是这样传的啊。这个中文翻译过来的时候呢，若执着此生此非修行者；若执着轮回，则非出离心；若执着己目的，则非菩提心；若执着己身体此非是正见。我们就这个4个主要的内容是这4个。这个4个内容当中呢，都包含了波罗蜜乘的所有的实修部分啊。刚才我们讲的印度的所有大德讲的这个我们弥勒菩萨以及月城论师等所有的大德讲的这个波罗蜜乘当中的所有实修部分呢，都包含在这个里面让我们远离4种执着心的法呢，就是通过让我们这个心呢，就是进入了这个佛法当中然后呢，让我们的这种修行的法呢，就进入了这个修行的真正的修行的道路当中。然后我们在修行的道路当中呢，就是消除我们的这种幻想。其实我们一切都是我们的障碍，一切都是我们的幻想。然后我们修行的道路当中可以断除这个幻想然后我们的这种一切的幻想呢，就是把它这个显现成这种智慧的显象。这4种呢，就是远离4种执着心的这种方法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此内容是远离此生的这个贪着。我们这边讲的，如果你执着此生的话呢，那不叫这个修行人则非是修行者这样讲。所以首先呢，我们要作为一个修行人的话呢，就为了此生的名、此生的利养等这些的话呢，那你就不算一个具备修行人我们只是一个学佛可以讲，但是不是一个修行人。首先是要修心的话呢，我们心要进入在佛法当中我们阿底峡尊者呢也是这样讲，他的心呢就是要进入在佛法里面。那么这样的话呢，才是一个修行人。如果我们仅仅是这一生当中做了一些功德学佛了、持咒了等等，那就是你的心还没有真正的完全进入佛法当中的话呢，那你算是一个学佛的人但是还不是一个修心的人，只是一个学佛只是一个为了时间的法的一个人。所以呢如果执着此生的话呢，这今生的问题的话呢，那么就是不是一个修行的人。第一句是这样讲，所以让你的心呢一定要进入佛法当中。第二句呢，就是说如执着轮回则非出离心这个呢，就是我们虽然是有些人心呢进入佛法里面的，但是我们呢还没有真正的去进入这个道路次第的道路当中。如果次第的道路当中要进入的话呢，首先我们要产生这种出离心。没有出离心的话呢，完全放不下很多事情我们放不下必须要升起这种出离心。如果你还没有这个放下的话呢，还执着轮回，我今生虽然是这样一个人生，我还来生还有在六道轮回当中，我要做人，或者是我要怎么样，我来生做一个大官我来生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等等，这样的话呢，那你就是还没有对这个六道轮回没有产生出离心
这个呢我们还没有真正出离心。没有出离心的话呢，任何的这个戒律呢就无法得到。曾经我们讲过包括我们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三足要道论当中呢，也就是这样讲的。没有出离心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得到菩提心，没有升起菩提心，没有升起菩提心，无法升起这种这个缘起性空的法所以呢在这里也是不例外同样的，在这个内容当中呢，就是要说这个此生的远离这个轮回的执着。如果你没有远离这种轮回的执着的话呢，那就是还不叫真正的出离心。没有出离心的基础上，就得不到任何的戒律甚至我们的皈依戒别解脱戒、菩萨戒、密乘戒等一切的戒律呢，首先多多少少的产生一点出离心，对轮回呢就升起了一点点的厌烦的心，是必须要具备。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长期升起出离心，但我要守戒律的时候呢，一定要强制性的让自己呢就是想象一下。咱可以理解很多人学佛也就是有了一点点的出离心为什么？因为生活太大的压力在生活当中太多的烦恼，我就要想远离生活，我要解脱，有这样的心态，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有出离心了这个呢很多弟子呢也有具备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如果没有出离心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得到任何的解题。在这里呢我们要讲的就是说远离轮回的执着，让我们心呢就是进入佛法当中，佛法的这个修道当中。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讲远离贪着自己的目的的话呢那么就是不是一个菩提心。我们在这边的若执着己目的，则非菩提心那我们执着自己的目的，那么肯定不是菩提心为了自私自利而去做任何事情，那这个不叫菩提心。菩提心是为利一切众生着想的。菩提心很多就是发心的方式呢，如牧童一样的发心如船夫一样的发心如国王般的发心这个同样的这个发心，但是主要它无论什么样的方式去发心，都是为利一切众生的，所以它呢就是一定要具备。如果为了自己自私自利而去修行的话呢，那就没有具备这种菩提心。没有具备菩提心不叫大乘。以大乘与小乘的区别呢，首先要观察你自己内心有没有菩提心。你有菩提心的话呢，你无论做任何事情，那么你就是修行大乘的法。如果没有具备菩提心的话呢，你修再任何再殊胜无上密的法都不会是一种这个大乘金刚乘的法。所以呢在这里呢菩提心是非常的关键。如果升起自己的目的的话呢，那就不叫这个真正的出离心第四呢就是说我们修行的阶段，刚才讲的阿底峡尊者呢也是通过这个三种根器的众生也讲的。同样在这里呢也是文殊菩萨传给这个萨钦的时候呢，也是同样前面首先让您不要执着轮回，然后呢再让您升起出离心，然后再让你升起大乘的菩提心，然后再让您升起缘起性空宗喀巴大师也足要道当中呢也是这样讲的。同样如果你执着于升起的话呢，那么就不是一个正见我们作为一个学佛人，一定需要一个正知正见。没有一个正见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是无法得到这个最究竟的成就。因为正见是属于智慧的部分，没有一种真正的智慧，那么我们无法断除这个轮回的根本。轮回的根本就是我执，没有办法断除我执的话呢，就无法得到这个成就刚才我们以这个基天论师以这个月城菩萨的这些的这个波罗僧的这个修行次第当中呢，也是通过一步的这个修行方法首先如何的实修，如何的闻思，然后才能得到如何进入这个菩萨的境地，然后才能得证这个佛陀圆满的这个果位是这样次第讲。同样在这里呢，也是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升起这种这个无执着的境界的话呢，没有办法断除任何的这种轮回的根所以在这里呢，远离四种执着性的这个阶段呢，就是这样讲首先这个四个阶段呢，我们刚才讲的一样，让你的心进入佛法法呢进入修道，道呢就是让您消除幻想然后这个幻想呢显现成智慧，一切的显象，一切的我们的所看到的、所听到的
所感觉到的这些呢，我们把它立为这个空性的境界。我们平时修密的人也这样，所看到的都是佛菩萨以及坛城，所听到的都是咒语和佛菩萨的声音，所证悟到的都是一切空性的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你就是具有了这种修密的境界。所以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是这样来实修。这个呢，就是我们以这个科判的段落来讲，就是讲4个阶段。首先第一个若执着此生此非修行者，第一个阶段远离4种执着心的当中呢，第一个远离的执着呢，就是执着此生。首先我们要怎么去了知怎么去观修呢？就是前行人生难得，正行死亡无常，道德分支，观想因果等3个阶段来讲。前行人生难得首先呢，我们要观修人生难得。平时我讲这个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说要实修因为这个是一个实修的一个课程，实修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要安坐在一个安乐的坐垫上面我们就这种坐垫也是属于安乐的坐垫我们没有那种天界的坐垫然后我们只能这个欲界当中的坐垫呢，就是相当于这个呢，就是算是一个安乐的坐垫。安乐的坐垫上呢以通过这个我们下面的这个诵词皈依上师与三宝，然后呢祈请这个愿自己的心呢这个纳入佛法的4种当中因为刚才讲的一样，心入这个佛法，然后法呢进入呢这个修道，道呢就是消除幻想幻觉呢显现成智慧这3个阶段我们希望就这样来祈请，这样来念诵平时我们到时候这个我们的资料呢可以打印出来给弟子们分，然后回去以后呢就是通过这样的诵词念诵，然后边观修这样的话呢我们属于是一种真正的实修的一个阶段他在这里念诵的这个课程呢就是这样。我与虚空一切诸有情从今直至菩提正得菩提间，皈依十方30诸如来，生于一等功德与事业，8万4千法门之根源，一切神圣僧众之共主，顶礼皈依上师最圣尊，佛法僧伽无上三宝尊，其请有如加持赐予我，以及一切有情身口意，加持我心趋向与正法，加持正法受持与正道，加持消除道上之幻想，加持幻想身现为法界，加持破斥非法诸分别，加持升起慈心与悲心，加持娴熟2种菩提心，加持速速得正正觉果这个呢我们就是打坐之前要坐在这个安乐的坐垫上呢，我们要读诵这个，首先是要祈请，然后一个发愿然后来祈请所有传承上师以及诸上师这样来祈请，祈请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是这样来观修然后如何观修呢？为了一切有情成佛的发心后，然后我们如此思维，此暇满指人生的本质来看8闲和10圆满是难得我们就首先想一想人生难不难得，我们可不可以浪费自己的生命这个是我们人生到底有多难其实我们觉得人生不难生一个小孩特别容易，特别简单，没什么问题。人又那么多，现在是地球上盛不下那么多人了就这种概念还有很多人认为过于人多了就这个地球都很危险的，有这种认为。其实我们平时讲的所谓的人生难得，不是一个人属于是暇满8暇10圆满的人呢才叫人生，才叫真正的人生。所谓的难得的人生呢，就指的这个8暇10圆满的人生所以我们这样讲由于这个人生很多方面来可以讲，可以观修，是这样去思考平时我们要得到一个人生的话呢，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因从因的方面来讲需要实修善业然后就是
心得相续当中呢，就是要这个积累多少的善业才能可以得到。如果没有积累这个善业的话呢，你就不具一个暇满的人生所以这个因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也是特别的难得因为讲要具备一个心得相续当中要积累这个善业行善积德，很多都会说行善积德。我也是做行善积德，我也是善良的，我也是一生当中没有做过任何的坏的事情，但我今天为什么那么的倒霉？您所谓的善呢不是究竟的善真正的善呢，我们要得到一个暇满的人生的话呢，一定要具备这个十善的戒律十善当然知道，我们身口意总共有十善身体的这个3种的善然后呢就是口上的这个4种的这个善，心理的这个3种的善总共有10种善。这个是我们断除10恶以后才能得证的这个叫做十善。我们平时可以理解10恶的当中呢，